就来看家己铺子做榻榻米的师傅郑顺兴，坚持个接手老爸事业，坚持用手工填做榻榻米。虽然即摆机器做的榻榻米原来未少，但是内行人也是拢要找老师傅落订单。今仔日的看见台湾国宝师傅。 用一个长针精准的木头甲木色，将边角填好10层，榻榻米就完成啊。而且榻榻米有一定的高度，要伫这10层的稻草安尼穿来穿去，无遐简单。手工来用机器来用较紧的。家己铺出这间榻榻米行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。头一代头家退休后，后生郑顺兴继承父业，秉持榻榻米手工的功夫。 金配红花边正是榻榻米的灵魂，大50年的裁缝车到即马悠然伫担。嫩草的香味，热人咧困它会凉啊，冬天再加一层那个枕头巾袂使。即马困榻榻米的人无济，郑师傅嘛开发其他的产品，可以做座床垫。 还有这个是杯垫，这一届困咧是30班啊，所以就是迄个啊，有届有人咧买，对啦是少啦。坚持纯手工，只有这个地方唯一的老店郑师傅相信讲，只要用心制作，坚持品质，就唔惊讲无人欠。